蘇振邦書整物理治療師，在繼續講解脛後肌斷裂嘅原因同埋治療方法之前，我想先感謝大家觀看我嘅影片。如果你覺得我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按讚並訂閱我嘅頻道。你哋嘅支持對我意義重大，亦都係我持續創作嘅動力。我做影片咧並唔係為咗牟利，而係為咗分享我嘅知識，幫助大家。我知道我冇專業嘅支持，影片內容可能不如其他YouTube 影片那麼吸引。我嘅目標係透過幫助其他嘅人去榮耀上帝。即使咧係幫到幾個人，對我嚟講已經係好有意義。你哋嘅回應對我咧係非常嘅寶貴，所以請隨時留言或者提問，我會盡力嘅回覆同埋咧提供有用嘅見解。由於我已經喺2025年10月正式完全退休，我會去旅行多啲，所以咧如果我唔能夠及時回覆，請你諒解。而家咧，你可能想知道點解身為物理治療師，我都會撕裂筋腱咧？我畢竟都係人，而且咧其中有一啲嘅偶然嘅因素，好似搬屋啦、多做兼職啦，同埋缺乏咗自律同埋自制力。我完全理解你哋中間有好多人都會好似我犯同一個錯誤。讓我哋大家一齊彼此嘅鼓勵，克服呢啲嘅弱點。身為基督徒嘅跟隨者，我祈求聖靈賜給我力量。1993年咧，我30多歲嘅時候咧，係一場網球比賽嘅裏邊咧就筋腱斷裂。就算我已經喺之前咧做足咗嘅伸展嘅運動啦，但係咧，因為下一場比賽嘅時間隔得耐，所以咧冇時間再伸展，結果咧就發生咗意外。而家諗翻嚟咧，我意識到我嘅阿基里斯腱咧，可能根本已經會有啲嘅軟弱，使到咧佢容易受傷。其實咧，我屋企人亦都有好多嘅同樣嘅問題，好似我哥哥啦，喺落樓梯嘅時候跣一跣咧就整斷咗個筋腱。我個大仔踢嘅室內足球嘅時候咧，亦都係整斷咗嗰個筋腱。咁咧，但係因為隔咗30年啦，呢件事咧我都差唔多唔記得咗，直到最近發生呢個問題，我先至知道錯咗。喺我咁嘅年紀咧，我終於接受自己已經唔係年輕啦。我變得比較有耐性，同埋能夠沉穩一啲。我製作呢啲嘅影片咧，唔只係為咗幫助其他人，亦都係為咗時時提醒自己要量力而為，適時停損。希望你哋同意我嘅想法，好似我咁一樣好好照顧自己。尤其是如果你已經係超過咗60歲嘅話。